睇頭，去 set 一啲政策去保護香港海洋。咁其中除咗真正能夠保護啦，咁跟住仲有啲咩係直接對其他 NGO 或者對其他 academic 有幫助咧？就係 set 咗join 之後，佢哋會做多啲 research。頭先都係Doctor Cornish 講，香港有千幾條魚，但係有時千幾條魚喺邊度可以揾到咧？係咪喺西貢出現嘅魚又可以喺其他水域會出現？咁若果政府真係能夠正視呢樣嘢，佢就會做唔同嘅 study。咁當然 NGO 有更加多機會去幫手做其他 study 啦，亦都幫手研究政策啦。有咗 study 之後咧，咁我哋就可以更加明確咁樣理解香港嘅生物嘅狀況啊，或者佢嘅情況 abundance 同埋 distribution 喺邊度咯。咁所以我覺得CBD 係長遠嚟講對香港嘅邊係有